香港法律上面定義一個人係咪公司僱員嘅一種都咁難㗎？係咯，我仲以為簽咗合約就十成十一定係僱員嘅添。我聽健仔講話，佢成 break 嗰陣時會翻大陸，而佢同我打工嘅情況又完全一模一樣。唔知佢喺大陸度又算唔算係僱員嚟嘅咧？我估冇咁容易分得清㗎啦，話晒香港同大陸啲法規都唔同。咁不如就直接問下專家啦。喺內地咧，認定咧勞動關係咧係需要4個因素。第一咧就係喺僱主需要喺依法成立嘅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國家機構、事業單位或者係社會團體。第二咧就係僱員受僱主嘅勞動管理，需要遵守僱主制定嘅勞動規章制度。第三咧就係喺僱主向僱員定期持續咁樣支付咧勞動嘅報酬。第四咧就係僱員咧運用僱主提供嘅機器、設備、材料同埋場所進行工作。工作嘅內容咧係僱主業務嘅組織部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仲規定咗僱主咧係需要同僱員咧訂立咧書面勞動合同。